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咧讲花容月貌赛西施，可比仙女月妖池。这是形容查某囡仔生做偌水偌飘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赛比赛的赛，读诗安赛第3条。读赛这是读文音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赛意思就是比拼、竞争来比输赢。咱讲比赛，若是比赛看讲倒一匹马较高走，互人落肚，咱讲是赛马。若是讲什么物件较赢过什么物件，咱讲是赛过啥。还佫有走标比赛，古早嘛有人直接讲是赛跑。这个背音读做赛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赛花，这是一个较古早的词，会当用来形容现代祭典，嘛会当讲是博览会或者是农产品的评选会。第二个词读做赛价，意思就是拼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有的农会会伫咧每一季办赛会，吹箫去当时大出的水果，刷来景上水上大粒，互大家来赛价，卖到好价销，卖当创造话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赛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赛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